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0号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分享的是医治。医治是耶稣基督传福音工作里面的最主要工作之一。我们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呢，经常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的工作的记载。无论是哑口的，无论是跛脚的，无论是手萎缩的、血漏的妇人，当然也有死亡的，甚至我们看到耶稣他喂养5000人吃饱，喂养4000人吃饱，这是在肉体的欠缺上的提供的需要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做？是因为人有需要，是因为当时候的医疗水平是低的，是欠缺的。因此，在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医治的情况之下，这就非常的需要了。耶稣基督曾经说，健康的人不用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而是要招坏人来悔改。这是路加福音第5章31到32节的经文。是生病的人，是需要医生的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记载了2件不同的医治工作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耶稣离开那个地方，再往前走，有2个盲人跟着他，喊着说，大卫之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屋子，2个盲人就到他的面前，他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。他们的视觉便恢复了。耶稣郑重地吩咐他们，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可是他们一出去，就把耶稣的事传遍了那一带。32节开始，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的面前。鬼一被赶出去，那个人就开口说话了。大家都很惊奇，说在以色列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可是法利赛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既然当代的医疗无法医治，那么能够得医治，就是必须有特殊的能力。我们来看看这2个记载当中的特殊记载。我们看到大卫之子，是弥赛亚应许的先知所说的话。弥迦书第5章第2节到第3节，伯利恒以法他亚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，
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了下来。那时候，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。这是上帝应许的拯救。上帝赐给以色列人，就是世人有盼望，得医治。这是上帝所赐的权柄。相信吗？耶稣基督他问盲人说：“你们相信我做这件事吗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这是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的事情。第三个角度是成全。耶稣基督这样回答他们说：“照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。”对于那一位哑巴的人，耶稣基督并没有与他对话，只有提到鬼被赶出去。第四个角度，权柄。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从何而来？法利赛人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，这是矛盾的说法。哪有靠鬼王来赶鬼的事？我们谈过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他首先领受了上帝的赐福。这个福分是因为上帝知道他的缺乏。高龄75岁，太太65岁，却仍然没有孩子。所以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就给他那个应许，说道：上主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和你父亲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。我要使你多子多孙，他们要形成大国。我要赐福给你，使你大有名望。这样人要因你蒙福。这是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的经文。因为这样的应许，上帝更进一步与亚伯拉罕这个立约。这就是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赐福，对他的医治，让他从自己的缺乏的当中得到改变。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样说到这个立约的内容。这是以后亚伯兰在异象中听见上主对他说：亚伯兰，不要怕，我要保护你，给你极大的奖赏。但是亚伯兰回答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既没有儿子，你给我奖赏有什么用？我唯一的继承人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。你没有给我儿子，因此在我家里出生的一个奴仆要继承我的产业。接着他又听见上主对他说：奴仆以利以谢不会是你的继承人，只有你亲生的儿子才是你的继承人。于是上主带他到外面，对他说：你仰望天空，数数看星星有多少，你的后代要跟星星一样的多。亚伯拉罕信上主，上主就认他为义人。后面的经文则是提到了第二个应许，就是土地的应许。这也是上帝透过立约实践的应许。透过这样的应许，上帝医治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之缺乏。同样的，今天上帝也要将他的医治应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相信吗？因为相信的人就必得救。
诗篇33篇第1到12节，义人要向上主欢呼，正直的人要颂赞他，要弹琴感谢上主，用弦乐歌颂他，要向他唱新歌，要熟练的弹，高声的唱。上主的话真实，他的作为可靠。上主喜爱正义公平，他的慈爱充满大地。诸天由上主的命令造成，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。他把海水汇合在一处，他把海洋收藏在库房里。全世界都要敬畏上主，世上的人都要敬畏他。他一发言就有世界，他一命令就有万象。上主挫败万古的阴谋，他使万民的筹划没有效果。上主的策划永远长存，他的旨意万代不变。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么有福啊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得医治，无论是肉体和心灵上的。恳求上帝医治我们，并使用我们成为好仆人，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徇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